一個35歲嘅女人俾男朋友養咗10年，過去10年係完全冇上過班，處於一種躺平嘅狀態。咁而家隨着年齡嘅增長，變得越嚟越冇安全感，驚識衰而愛遲。咁就想叫鳩師傅幫手判斷下呢一段關係個隱患喺邊度，點樣先至能夠令到呢一段關係行得更加持久一啲。男朋友係創一代，身家過億嘅50歲，大家男人同埋女人大家都係離兒帶娃嘅，都冇再結婚嘅打算。咁其實你成段關係，你最大嘅風險點，無非就係驚自己老咗，跟住個男朋友就飛咗你。咁你就要喺呢一件事發生之前，喺最壞嘅事情發生之前，你就要為自己謀求一啲實打實嘅物質保障。咁物質保障不外乎就係2樣嘢，第一樣就係叫你個男朋友幫你買一啲大件嘅固定資產，寫你個名。第二件就係同你個男朋友一齊生個仔出嚟，大家有共同嘅小朋友，咁樣就長期綁定喺埋一齊。無非就係點樣去推動呢2件事嘅問題。其實你呢一類嘅情況啊，係適合過嚟揾鳩師傅1V1嘅，就係做呢2件事。因為你2個人已經係有10年嘅感情基礎，有好多事情係可以傾噶啦，係有一定嘅機會傾得成嘅。你過去10年2個人成個相處模式已經係固定咗落嚟，你搞唔到大件嘅嘢出嚟，就係因為過去10年你都係按照個男人嘅節奏去行嘅，男人中意點就點，佢話點就點，所以你搞唔到大件嘅資產出嚟。如果你要改變呢一種局面嘅話，你就要喺你同佢嘅相處模式上邊都要作出顛覆性嘅改變，咁樣嘅話個男人先至有可能有大額嘅付出。所以就算你過嚟揾鳩師傅做陪跑啦，我哋都唔係一開始就去大刀闊斧咁樣去做改變嘅，都係喺長期嘅觀察過程中去睇呢一個男人個性格係點樣，慢慢去測試，睇下佢喺邊個點上邊係比較容易為你作付出。測試出嚟有一定嘅細結果之後，再去調整，最終引佢做一個大嘅付出。